这个这一集呢，我们领队还有黄老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甘龙兄，以及在座各位媒体朋友，还有所有这个3对3 EXE 的这个伙伴们，大家午安，大家好。抱歉呢，因为最近话讲太多所以这个有点烧香不过还是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戴豪兄举办这个记者会这个大概很多人大概很好奇，我跟戴豪兄到底什么关系他是我在兴高中校队的学弟我是这个在兴高中篮球队第一届，也是最逊的一届那戴豪兄，你那个时候应该 HBL 是冠军嘛，对不对？对，我前一天回在兴高中的时候。进那个篮球场里面，在我们体育馆里面看到4面旗子，有一面就是你们，还是两面。所以他在兴的时候，他在兴校队他得了2个冠军，而我在兴的时候去别人比赛第一场输人家88分然后那时候我回去跟我妈讲说，我觉得我可以打 NBA。我妈觉得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这个基本上就是篮球有趣的地方。我前2天上礼拜在疫情还没有大爆发之前，我跑去台东一趟。去这个赞助一些这种所谓的偏乡的小朋友篮球因为各位很难想象到这种偏乡的这个小朋友在这个体育资源上的这种欠缺那我那时候跟小朋友讲说两点，第一点，我的球是圆的，没有到最后1秒钟，没有人知道会赢或输而且这一场输掉，下一场可能会赢回来。所以我说这篮球就是这样，永远不要放弃这是这个体育活动带给大家最好的一种训练，也是一种最好的这种正面态度的养成那第二点呢，这就是看到我学弟就可以看出来，我说篮球员个都很高，也都是帅气，都很帅这个可能未来交女朋友会很大的帮忙，所以这个就是从我学弟上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非常让人觉得欣慰的这一点那当然，这个3对3篮球赛呢，就我们刚刚听过我们主办的这位朋友讲的。跟 FIBA 的这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FIBA 国际篮总对这个活动的这种重视那也很高兴去年办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比赛。那今年我在想，虽然因为这2天风声鹤唳这附近就有一个大楼里面就听说有这个状况所以我在想，好处就是说，因为3对3篮球赛，我刚刚特别跟我学弟问，大部分都在户外所以户外的话，我想受到的干扰应该会比较小。那同时，篮球赛的这种比赛，不管是现场看或透过网络直播，其实都很精彩。那3对3由于刚刚我们所讲，受到 FIBA 重视，越来越重视。那全台湾有很多的这种3对3比赛，但我个人认为，因为戴豪兄的缘故因为我们执行长的缘故，这样子的一个比赛应该会受到更多人的注目，更多人的想要参与。那我想这个刚刚我们戴豪兄也讲说，希望跟我们霹雳舞协会来合作，我们当然很乐意但是我可能没办法跳，因为我跳的话就变成老来子于亲想这个事情稍微尴尬一点。你让我打篮球呢，我现在可能我现在应该属于中马队到老马队这个阶段，还没有到老马队我之前去颁奖颁那个篮球比赛讲，老马队大概都是80岁以上，很多的老马，我还没到那个层级，应该中马所以这个东西我可以配合，但是跳舞我可能真的没办法我不想变成这个3对3那么高级的比赛当做一个比较好笑的一点不过不管怎么样，既然我们学弟希望我们能够协助，我们应从各种方面来协助，希望即便在疫情非常严峻的情况下，我们还能够顺利的把这个比赛办成，让更多的朋友来接触篮球这个活动。那么也祝我们这个活动的举行顺利成功，谢谢大家。